新华的消息来关心台北捷运为着要改善列车内底空间，对8月开始试办将中和新路线部分车厢中央的条啊拆掉，希望予旅客出入车厢会愈较顺。不过，有民众认为安尼无通好看，实在无该推动。今日台北捷运中和新路线这台列车，除了头尾车厢一个中央徛条以外，其他车厢拢拆掉啊。那做用起来旅客爱改优调款，不用拆掉比较好，拆掉比较好看，不会造成阻碍，这不要拆掉比较好，比较能够人多的时候比较能够抓住。拆掉可以增加，就是说大家比较不会集中在中间这个位置，但是就是还是需要考虑到某一些老人可能。如果需要扶的话，可能会比较有困难这样子。台北捷运表示，因为持续办理电联车空间优化，参考国外地铁相关措施，像讲新加坡首尔地铁甲纽约地铁车厢内拢无徛条啊，一旦负载大卡行李使用红椅车还是轮椅的旅客出入更加利便。目前改装中和新路线2台列车试办，呼吁长辈囡仔还是有需求的旅客，加利用座位车门两边的条啊，还是手环。先行试办了改装2部列车，移除了第2到第5节车厢车门前的中央立柱，车厢上方的环形扶杆、手拉环都保留。那是第1、第6节车厢考虑平时离峰假日规工开放子弹车上捷运，而且规范子弹车爱停伫条啊两边，所以才无拆除。未来会持续收集旅客意见，做优化车厢空间的参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